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3，哥林多前书1章10安尼讲：兄弟姊妹啊，但我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劝恁议论拢着相同。恁中间无得有分党，就是就一心一意，大家相契合。三个来祈祷，劝阮无得分党，就一心一意相契合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荣耀的上帝，愿敬拜你，学乐你，尊重你至圣的名。主啊！你是和平的主，是合一的源头。你伫创世之初，就互万物拢照你的旨意来彼此配合。你搁伫基督内面，互破碎的心灵得重新建立，互人甲你有和好的关系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藉着主耶稣基督，互着阮成做一个身躯。主啊，你爱阮无得分党，毋通互世俗的比较甲竞争所影响，就伫同一个主内面彼此相听，彼此服侍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用基督的心做心，无得分党，就一心一意相契合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